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公司特登嚟到安秀苑。今次呢個單位嘅面積大係390尺，屋主哥哥仲係2房1廳嘅。而今次呢，我係創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，希望帶出簡約、實用同埋令到屋主容易配搭自己購買嘅家私嘅。嚟到今次嘅工程方面呢，係包括咗客廳同房間嘅地磚更換、新訂造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，另外仲包咗全屋嘅油漆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、LED 燈、全屋嘅窗台石、房門啦，同埋廁所同埋廚房門嘅，合共係122200蚊年供包料費，外仲冇其他附加費用，以成為本價。而家等我嚟帶大家睇下呢個單位啦。首先嚟到廚房嘅位置，廚房方面我哋保留咗原有嘅地磚同埋瓷磚嘅。呢個位置我哋留有咗放雪櫃嘅空間，而下方櫥櫃設計咗 L 型嘅形狀，同埋留有咗放洗衣機嘅空間嘅。為咗配搭白色嘅瓷磚，用色方面選用咗淺灰蒙紋嘅顏色。最後中間配搭咗一塊黑灰色嘅雲石石面。然之後嚟到廁所嘅位置，廁所選用咗咖啡色嘅巴士門。入邊我哋同樣都係保留咗原有嘅地磚同埋瓷磚。嚟到櫃身嘅位置，頂部咧選用咗3門嘅鏡櫃，我哋都利用咗不鏽鋼管咧嚟遮住外露嘅後管。房門咧選用咗淺啡蒙紋嘅趟門同掩門嘅。咁入邊嘅空間都足以俾屋主放到一張4尺床、一個大衣櫃同埋書台嘅。最後整體客廳同房間嘅油漆都選用咗白色嘅顏色，配搭咗淺灰色嘅地磚，睇起上嚟更加簡潔，同埋容易襯托屋主自己購買嘅家私。